会用个来看到咱湾里一个旧街叫天下路，有一间100年的无笑店，咱会用个看到百款的无共款的帽仔，拢甲展出来吼。啊，这个帽仔吼，阮嘛有法度外销到全世界去。啊，一年有法度卖1600万顶的这个帽仔，嘿，真正。啊，拢全手工安尼。对，拢是手工咧做的。啊，全世界是倒位买上多啊？倒一个日本人买上多，因为日本人感觉讲阮这个笑草吼片起来真芳，而且吼透气吼真好。吼，所以讲安尼摸起来吼嘛，感觉润润啊，所以讲这是真好的一个材质，所以讲日本人真介意，外销出去吼，就是大家感觉戴这个帽仔足时行的，嘿，所以讲迄当阵啊销售吼是，伊是讲是卖上好的产品安尼。